我感觉我对做菜吼，想法较简单，东西有起头吼，无加太多的油的毛的，做法较简单，又吃到东方式的料理。种嘛个是嘛个，民意他们都做的东西无相同，民意做的东西又会无相同，安尼做出来的料理，那么得颜色，那么像颜色。从细出到也搭山崖台的人，故说我对也搭土地有同层的感情。后生时间出去做也大江西，老人家接拢来讲，做也大江西、厝欠西、无路上，因汤色。慢慢的，有年纪的，因将体会到这个。后尾人转来以后，唔单止穿钱、穿健康以外，又做穿到。疲劳人家对我来讲，真是真幸福的事情。我也下清太功课，就是让个教育下一代传承也搭土地。春意水讲人言，强则调重现。春分过去，强娘多，后梅爱哭谷一天。日下小满唔下线，梦中对一封思念。西瓜清甜，梦里望。秋处处甜桂烟，年年迎团圆。日东小雪十八年，四季轮回又一年。来到3年到毕业，除了有太极角度底的一个数位雕刻的文化，汉家后尾了个龙腾团桥以外呢，其实对呀文文白白的山都乡，有人学得一种抗天有太极的技哦。汉家们有人顺带提的，老青年穷顺种出无土的强菜，今日就咱的民族来里品尝两味的好料，感受了到位的小南的风土人情，来哩。三茶乡大体是以山林为主，也是台湾主要的客家聚落之一。除了大家都地的数位雕刻文化以外，全国地度的台铁丘山线，留下的用新兴火车头做中心的多项铁路围墙，汉家附近的休闲农业区，最近几年来上到的新出名都有落地当建，遇到7家种强菜果子。第3度红的水叶，吃菜又快乐。Hello， 周娟姐，永泰哥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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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这3度红真经很强哦！刚好白白山路，你来这边根本就系世外桃源用诶。系啊，又去下嚟空气改好，所以我生只啲啊吼，大改叫。九泽健体质，米农客家人，身体阿沙里有稀客。不卡是台做传染嘅技，无论对主食也系平常美食，做出有一套固定嘅标准老想法。老公系第3茶嘅山拿田园之间，7家农场种嘅各种青菜果子，有嘅土鸡嘅、生卵鸡，搭配来实现对身体都干燥、无体力嘅梦想。您说我带你来看我们养的鸡。好，哇，大哥，嘿，你都要路口的地方欢迎你耶，在欢迎你耶。对啊，因为他看我提着饲料来啦，他要吃饭啦。嗨，哇哦，你看倒闭的鸡都是黑色的，这个叫黑鱼土鸡。黑鱼土鸡。
我们通常这个鸡我们抓回来养，它一抓回来已经3个半月，我们再养1个半月，让它自由放养。它就这样日光浴啊，真的。吃这个山泉水。我们通常早上这个鸡，我们的饲养方式就是早上我们会喂它吃一般的鸡饲料，好，那晚餐我会喂它吃这个像这种玉米碎粒，好，那这样鸡肉会比较结实，油还不会太油，然后它又这样跑山。然后肉质更甜美。真的，我觉得啊，豆芽豆味连鸡都当好命哎！你看豆芽豆味都在晒那个日光浴。对。而且案发他们可以在这边奔跑这样子。而且它还会做沙浴，它会自己挖洞。真的。然后把沙子喷在身上，还做SPA的概念，对。哦，太好了吧！就得走一走来看那么哎，看个仔细一点给它用哎。这个鸡这么可爱。其实几多斤重，跟我们你斤重的时间弄起来，大哥，我们身上每一台冲完用几胎耶，多大了？这个大概4斤多。4斤啦。对，4斤。黑粥的已经对你来讲已经熟了。对，熟了，所以它会下蛋了，下蛋表示它。所以它是母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它都是母鸡，因为我们这边也很漂亮对，因为我们这边的话，如果养公鸡的话，会很吵，会影响到邻居。哦，真紧呢。羽毛兔嘅大体系夜饼来育，因为运动量动态，杂步幼小，体型较小，热岛边嘅环境非常嘅强烈，做得本达杂嘅都做得享受日头，吸收奋斗精，吃菜嘅走跳就会成就出肉质杂步幼嫩幼小又有弹性嘅关键。接下來，等等用泰國來嚟認識另外一群專門產卵嘅雞。已經睇到幾條都會打隻虎了，哇！一係雞嘅胸合骨吧，共和國哎，對，有好多種顏色。走，我跟你說，胸用動槍力。哇哦！而且哎呀，它那個蔬菜全部係焗的嘛，吼。對，這是這個米糠。對。古說亞個米紅的發做比代替亞個米湯，而且裡面做的是亞豆葉吃東西的。對。接下來看蛋雞，我們先來去請結論。好。哇哦！天哪，亞一個神善戀吧，整排的耶，幾排都了。這個雞它一天它26個鐘頭它生一個蛋，那生蛋的週期大概是2年，那現在我們這個雞它剛好在換毛的階段，所以它的蛋就會減產，所以今天蛋就比較沒那麼多。好，那你看到我們除了這邊有蛋，它有的生到下面去，下面有蛋，但是我們有一個好多雞啊，好多雞，我們有一個減蛋神器，在這裡。減蛋神器，你要不要試試看？你要不要試試看把蛋抓出來？哇，好酷哦！這是客家人都有都奶盤，而且泰國啊，看到人家雞卵有動到種色嘞。哦，你看哦，我們紅色的雞，它就生出紅色的蛋；那我們有白色的雞，就生出白色的蛋啊。然後你看哦，這還有粉紅蛋，就是有3種的雞，但是我們以紅色蛋為居多，不過你不要以為說外面說紅色蛋比較營養，沒有，一樣的，紅色蛋為什麼賣比較貴？在他們飼養雞，你等下看，紅色雞體型比較大，白色雞會體型比較小，所以在一個空間裡面，它的飼養的數量不一樣。哦，它佔空間。對，然後再另外一個是。體積大的當然就吃得多啦，它吃飼料就多了，耗的錢就比較多了，所以比較貴。營養來講的話是一樣的。泰國看你按專業吧，你之前也是務農嗎？之前不是，我是當軍人的。做軍人的？對。那你要按我學嘅啊？退來這邊的時候才開始做這些有的沒有的農事，覺得很快樂。那養雞就是為了我的女兒 Alice 來養的。真的，他喜歡雞哦。不是，他就是要做餅乾啊，做蛋糕啊。然後為了每個興趣開始學雞，講話之間可能慢慢阿爸想每個心意。其實打理農場、管理雞雞係泰國嘅日常工作之一。
注意佢指導嘅環境通風，佢嘅發通力和精神嘅狀態。雖然講投入當多，不過做嘅所有一切，全部都係為了客人。泰國唔但將樂在其中，每次都當感恩。好，那今天你要帶來邊馬嘅法用咧？我哋今邊做煙燻雞啦，煙燻雞哦，係啊，幾簡單。我們的料理都簡單，係安尼，大家人攏學得起來哈。真的嘿好，來，先切片安尼，等下叫我攞去滷係冇？灼灼下嚟啦，哦，灼灼不過粉雞要落薑嘛哦，落薑，去掉它的腥味哈。醋太香面呢。係，好，不用得鹽下就得會養飯。因為雞肉吃下去它會釋出蛋白質所以我們放一點鹽，放一點米酒。按樣嘅做法，有創意啊！因為一般來講，客家人懂少做按樣嘅粉雞呢。係，國少啦，因為國少客人最好食咧係白斬雞，所以我哋想講一隻雞他們都我哋在學像人哋醃雞學起來10個斤啊，10萬那是的係啦，所以我另外一半要該切起來，我哋就做你的煙燻雞。你那個蔥要該搓吧，對，光這樣按樣，安尼，米頭怎麼做？底部小小的香米那邊做出來，你看咁按樣，我比靜置等1米要等幾久誒？節目要4點鐘。4點鐘？係啊，我弄白試過1點鐘、2點鐘，伊唔會香啦。係對，因為我哋雞髀骨太雜。骨太雜。係一隻雞，我哋熟啊，差唔多5、6斤那要吃啊。所以講太雜，要靜置嘅時間要長。要較久。粉雞以前嘅鹽爐係講做得隔夜會行較好，因為鹽有提味嘅作用，做得本肉質鮮甜。留已經滷好嘅雞髀，連同蔥嘅薑麻、花椒也都食材，加入水直接來煸。等到熟透過後，不用微涼，所得嘅胡椒油個混到入面就做得嘞。牛年嘅料理過程，全部會遺失累積嘅經驗，就像係隻鹼子結合嘅現代飲食，留抗癌嘅概念，本地紅料理都充滿情感。客家人個勤儉，所以我哋濕嘅雞湯是得弄係嘛？種的，做得來混鹹菜湯係錯啊！所以一部分係咪不用鹽嘅時節，我哋要來不用雞春，打蛋做蒸蛋。表演一下我哋偷偷能鹽多嘅雞啦，有冇冇相同嘅地方？變起出咯，為什麼愛鹽起來？緊一點，可以讓它彈開來。平平都係按種鹽啊！一片脆脆。皮同這按這皮呢，充點係粉雞，這種燻出來的那種燻香之氣。有冇相同嘅地方？變起出咯。好，你看啊。有冇唔會跌下來？哇！就是新鮮啊！遲遲一兩句話呢哦。錯㗎。見冇跌下來呢？嗚！嚟，每一粒攏係安尼。真見呢？然後要跌下來。然後本來都有豆皮嘅時候買卵。迄看到人哋在打雞卵做雞卵糕，嘿，伊看到人哋卵一天都買。真嘅，按樣唔拉你一定用誒。唔拉拜，他們都所以人哋要學鴨嘅啊。他們都唔拉拜要背食鴨卵。德娟姐，你看啊，你啊傳統地度自家學嘅，菜自家做，乜嘅都自家來，唔會做講聽到死。唔會啦，我哋安尼做自家看得到嘅健康。對身體對養雞呢，一直做到成品健康我們都可以把關。做一個客家人，真正了解到史太人社會嘅精神。最近幾年來，新農教育嘅概念，悄悄地為大家重視。透過最真實嘅生活和飲食嘅經驗，提升大家對環境、生
产地、食材、老空间的关心，增到天然的本味、老初心。就像在gen记嘅料理，坚持用简单嘅方式来呈现食材嘅年代美性，含加在gen记嘅每夜，含卡係上上嘅阿美嘅料理天分，老素你哦。好，等下呢，听听 Alice 来做一个面包哈。Alice 这个面团是已经等级发过的，发酵过了。它还有一点温熟、温温的。对，因为它发酵的时候它有温度，有点像小孩子在长大的时候，你需要给它温暖，它就会慢慢长大给你看。然后首先我们要先把它滚圆，滚圆了，把旁边都缩起来，收起来像对包小笼包一样也。稍微让它就是运动一下，哦然，后你就会发现它越来越有弹性了。哦哼，干爹给黑吗？该嘞，这什么料？这是我们今天的熏鸡面包要用的料。就会妈妈做给分给哦。，对，就是妈妈做的熏鸡，还有爸爸种的葱。你真给黑懂幸福嘅声音呢。那这个时候我们有点像在包饺子，啊哈，把它这样子像包水饺的呢啊，捏起来这样哦。然后第二步骤呢，我们把旁边这个角角为什么爱捏不起来？捏紧一点，不可以让它弹开来。平平都会按种捏呢。对，阿某不爱面子。哦，有来，可以了吗？走的。好。走的。两个真给黑你自己自学的。对啊，太厉害了！因为哲娟姐妹有讲到，你会细细个就很勇敢，去都懂得梯缝啊、游学啊、交换等等的，两个是不是没激发你的灵感做料理？我15岁的时候就去了巴西， 15岁，对，你自己去？自己一个人去当了1年的交换学生。然后那个时候去到了一个乡下地方，可是因为太乡下了，当地人没有人会说英文，所以我最后就用一道番茄炒蛋来跟我的家人做沟通，来处理我和家庭就是的那个轰家的隔阂问题。之后回来以后，因为太想念在那边的家人了。你都跟巴西给家人吗？对，巴西的家人们，他们对我真的非常非常好。所以我回来以后，我就开始自己摸索，就开始做饼干跟蛋糕。之后就在每一年都存了一笔旅费，在每一年的暑假都去做背包客。Alice 好上悠悠的，已經自家拜訪過當多國家，是因為語言唔同，造成嘅當多誤會。以是菜地嘅台灣味來驗證美食無國界嘅精髓所在，開通嘅無窮樣國家嘅限制，含卡家庭飯桌嘅料理，認識豐盛嘅文化背景，無窮樣天味嘅飲食，就像一個上香嘅細細素養。做得呈現出異國嘅民情風俗、老生活習慣。哇，今日聽到哲娟姐還有 Alice 啊，合作俩西式的，其實地度還有包括了中式的這個口味。韓家哲娟姐剛才做一個分解哦，都要經過漫長等待耶。故事呢，今日料理是愛的料理，愛的料理。那我先來吃這個分解。好，好。什麼的？剛剛看個茄比好大隻哦，長太大的茄比耶！哇，哲娟姐，俺忙死了，看人家分茄太厲害了吧？松柏黑暗喲，焦糖色的。对啊，烟熏以後哈，有會變安的顏色。但像色木就懂想顏色嘞，很吸引人吃這樣。分茄啊，忙死以前要先被分一下。讓它熏一下，真的很香，非常香。來吃吃看哦。椰皮脆脆，皮同这按这皮呢，冲点配分解这种熏出来的那种熏香之气啊，然后都会增有一些焦糖，因为我看你都熏那些有不用捅落去嘛，对不对？刚好你落的时间啦，有不用给花椒、葱的啊，
含到简单嘅调味过后，说出了真劲动站的。俺那家吼，拢嗰度时候拢食俺的菜长大，因为俺哋这个有种菜，所以各路的人的菜叶吼，拢唔给食，所以比一那人做吼更健康。而且时候表演系列呀，都上菜法可以有一点点解腻这样子。对。好，沙丁好了呢，我来是先配出来呀，分解罗葱的个面包。哦，那个料已经都有一些像爆浆嘞。好，来吃吃看喽。从个东香吼，葱的真劲动香。面包，老板你看还是落去挂上有糖豆吗？切，一般老板卖那种 L 式面包呢，它可能有一点介于像是法国面包一样，给我按钮，它强调是那种比较干、比较有嚼劲。可是呢，两个吃起来哈，非常的软嫩，就像你刚才讲的一样，水分含冻的，水分还很多。对。然后它葱特别甜，因为我没有加洋葱，怕我的面包会湿掉。然后也吃得到妈妈她熏的鸡的香味在里面。真劲！一底杯吼含有核桃，所以你还会有那个核果那种香气。经过再研制嘅烤酥摆盘，做法简单嘅家常蒸卵料理，一下变化出茶法嘅艺术品。加上分解时，溜溜一个盐时嘅老虎椒来提味，食药味都有。含加分解米糕嘅含药米丝，老油都好食。幸福嘅米丝对新麻蛋糕散开来。另外 ，Alice 用自家种嘅香水柠檬做出来嘅鸡卵糕，搭后都系濃濃嘅香味，老質薄嘅口感哦。今天食材挺幸福的，做出一个分解全程。但是呢，我觉得最幸福的还是 Alice， 你是最幸福的。你看呢，妈妈本安好的发展哦，像是到处料理地度都有妈妈、爸爸对你的爱呢。泽娟姐也是一样，让 Alice 可以很适性的来亲到家嘅舞台啊呢。以是的去世界各地。也还靠一直敢努力。我们只提供无限量的奶油、面粉、鸡蛋、糖啊这些东西。可是他如果自己不努力，他可以牺牲掉上课的时间啊，每日生日呢，拜六礼拜拢会做出了，伊无咧，拜六礼拜拢伫伊啊，又开始做饼干，伊敢卖多的钱让实在不伊自家去自助旅行，感觉我嘛佩服他，也点。其实感觉是从小的上来。对呀。我还是觉得已经很感动。就是不管是给我这个机会啊，甚至本来我把整个家人都拖下水，为了我要做饼干，爸爸甚至开始养鸡、养鸭。本来可以睡到8点、10点的，现在早上6点就要起来喂鸡喂鸭。真的，爸爸妈妈都像你，非常的疼爱你。可是像你刚刚做面包的时间，你没有工作啊。家庭安永去世界各地的时候，你也用饮食认识很多的朋友。其实发现美食是一个很大的力量，它可以打破很多的隔阂。对，我特别喜欢跟人家说番茄炒蛋的故事，因为那是我妈妈第一道教我的菜，也是我第一道学会的家常菜，更是我第一道向外国人，像我的巴西红家，让他们认识我们台湾的家乡菜的材料。对，那这就是我出国这几年用很多食物来结交朋友，或者是来答谢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。可是，在答谢的过程中，我去探索这个世界，也发现别的国家进步得很快，但或许我们还没有成长得那么快。然后也有很多我自己也还要再加油的地方，更让我觉得说，还有好多料理是我还没有学会的，我应该也要去认识，然后更去发掘那些我还不知道的故事才对。所以今年就是8月的时候，我也准备要到意大利去读大学。哇，这样妈妈会很舍不得哦。而且需要去4年。哇！可是也准备好，就是希望家人也可以让自己放个假，然后让自己有一点小退休，也去看看我，然后让我有机会可以带他们也一起去认识我想要认识的世界。
再简简好食美好料理。对 Alice 来讲，饮食为生命带来同多美好嘅印记。咪就將旅行做得到嘅快樂，唔係啲體票多少，重點係啲自家做得了解幾多財體事務嘅能力。啲所有無窮用嘅文化體驗當中，有關食係一種看待世界嘅方式，因為佢唔單槍都會感受，行較打開嘅眼界，對呀當中得到嘅層次豐富，有個完整嘅心靈體驗。接下來，聽你嗌叫下來啲拜訪，點清三亞地圖嘅家常好明星。阿公啊 ，Hello，你好，按坐起，按坐起。老公，你種嘅蟲誒，你種呀蟲誒，痛太條嘅吧？唔係啊，油按醬咁較油硬。誒咩？家已經當係油誒，你就土生嘅哦。係，係種係用油魚皮去種。真勁哦！出個火辣。哦，安尼變落去用個潤，全部按醬。哎呀，我睇吧，講到蟲嘅做就種到按太條誒。迄個應用係因為海拔比較高嘛呢，哈，土平地會較冇重要。也海拔高，皮膚又足啊，吼，佢就自然的成長起來就會較。看起來上去就較好啊！係啦，先走一條路可能好冇？好啊，做得啦。因為我剛剛已經票動向誒，走起來怕行較向。哦，對哈。對不對？哇，哎，這個等一下你一定要來看，這下面超級粗的。哪幾道可以採的，那你就去採，採了中午回去加菜。好哎呀，你採試錯不能吃，你要自己你吃啊。吃不行。唔使炸較油，哎佢會夾味道較出嚟來。哎，你慢甜誒。我用安尼吼。哇，哎，這下面超級粗的，加個重拍的地方啊，很粗呢。呀，過下起來當香呢，完全冇需要做得上到按醬。呀，全冇需要嘅。本太家可以係，你看比我的一根手指頭還較粗，差唔多係兩級數字按粗呢。像呀嘅啊，吼，你剛剛講到你用嘅小炒來做皮我，係咪那個特別照顧我咧？蟲嘅水量唔是一種嘅，自然就會成長嘅。哇，環境係好嘅話，佢就上得到。全部本粗嘅去黏得啦。哦，古所謂什麼啊？係啦，係除草。哇，哎，看個籽吧，天哪，你看呀個水分哦，你看它在切面的地方，給它水真嘅非常的多啊呢，而且好新鮮哦。就當香啦哈。非常的香，你拿來做料理應該真嘅，大槍色就當好誒。阿公做啲1976年間，是啲日本去旅行，看到日本人留山牌改做平平嘅天，做得偏離來種作。古時轉到台灣過後，照定一樣嘅模式，投資賣田，規劃休閒農業，希望自家啲80歲過後，還做得強強鬆鬆到天空順。倆啲嘅勇士係當先進、當有遠見嘅想法。還較直接影響嘅人來嘅對南擺環境飲食館嘅重視，然轉向傳承嘅使命。泰國街呀，頭邊還有乜嘅菜好找誒？要片哦，要片。看不到都雜草了。你看起來像雜草，但是裡面有很多寶啊。都喺頭邊。就像野菜一樣。同之前泰國菜地客家人，後生時節到外地做大醬工廠，3萬出嚟錢唔過冇太健康。自細成長喺亞的山崖之間，對自家嘅土地有一份冇辦法表達嘅情感。故所現在轉向天數耕種，未批判年紀越來越大嘅野愛。芽菜總難分辨呢，現在都用手機 APP 可以搜尋一下，看他要做的什麼。那我等一下先教你哪幾道可以採的，那你就去採，採了中午回去加菜。好哎呀，啊，採錯不能吃，你要自己吃。你吃？不行。唔識。像這個也能吃。呀，這個是。對對。要乜嘅酥呀？要。牛樟啊，該。牛樟哦。對，要牛樟。這可以吃哦。吃了就會長牛。
做的葱面白色。啊，葱面白色哦，咩当牛啊？哎呦，好香哦！这个下一个是，有一种精油的米头散出来，对，当清香。它叶子应该是有精油。而且見到我下落去嗰下，又一邊係白白的呢，嗯，有膠質呢，哦，佮一點點浮動，一嗯，點點，其實做天然的調味劑，真勁取哦，代味精。炸地位，炸地位，唔過摘到啊，嗯，哎呀，煲出以後也牛狀也種下梅。哇，切不過也切切切，也好，自然嫩的也唄，嗯，也呢肉也唄種的。是做的嫩葉嘅，哎，安尼較天然啊。哎，較甜嘅，而細細都都一豆味嘅搞到太好，係啊，細出到也出色。哇，哎呀，就哎呀，聽下雞吹，蛇尾呀，蛇咩？哎，蛇尾呀。原生的生啊，客家話講蛇尾呀，蛇尾呀講蛇尾呀啦。啊，冬它菇哦裡面好像也是說紅參，也是紅參的一種。哦，對，但是唔過人家就較無多食葉根啊，哦，安尼食葉唄。哦，真勁哦，係天快看到呢，哎呀，真勁濃嫩呢。哎，因為啲牙吹咗一自然上嘅嘛，吃點上哎，也沒白白，有一點膠質一樣，沒有一點米頭不受蟲的，唔好食。哇，腐嘅有米湯，佢都唔會拖來食啊。係有腐的，個有嫩的，番薯葉。唐太古嘅燒烤，啲佢講法就看得出來。對佢最好了解，唐屋是台地下嘅上空，成法有切胎年嘅。食材哪一來，就會有哪一個秘辛。老祖公嘅飲食指標雖然簡單，唔過唔驚自己嘅考驗。聽聽食材行，認識嘅係腳下一啲土地，睇記到嘅成法，就記得背後空定嘅骨老小暖。好，兩下呢正式來到做好了，好做料理嘅，請到素華姐哦，係泰國嘅姐姐係嘛？對，就是呢，哎，剛剛照樣嘅蟲我真被他嚇到，看到蟲嘅東啊，腰骨按蟲按太頭呢。你就底下搭味甜食好，蟲真嘅嘅未好，人生嘅好，蟲嘅未生嘅就食。像你哦，咁安會講法。唐蘇華太子，親切的形象，仲係笑面。做一個客家人，本期行家從事小屋嘅料理精神，客氣屋產，通作料理，上述對阿妹嘅家常好料，雖然平實，但係會本人情嘅好意思。好，先按你切，因為要挑太條，做的車刀按你來切，就唔會講食到嘅蟲嘅梗，挑硬咬唔落，按你車刀切起嘅，做的，炸較油哎，嗰個鹹米頭較出嚟來，哎，哪裡有食？哎，你蠻甜誒。唔食到呀，因為佢含水量較大。真見佢佢食到甜，後背面嘅那面張山椒呀嘅再麻山麻毒呀豆呀。好啦，今日嘅蟲嘅哦，暫時先處理到倆豆味嘅啦吼，然後佢熬弄嘅咩油辣到嘅啦。哎呀，阿公他已經非常滿意嘅。滿意嘅成品啦。接着下來呢，當然基本的配料做下嘅客家炒牛嘅豆腐乾。哎，今年係用三層肉啊！做法有啲咧老朋友冇強樣，因為以前看人專門皮肉歸皮肉，醬肉歸醬肉安尼。冇人識皮嘅。對，我就吃到當大餸，古時我就一下有改聽，來變到講，我用三層肉，我切到像數字公按胎啊，古時安尼大家就會拿來食，因為唔會皮嘛。真嘅。一下剝頭辣料，嚇，人來倒些咧，我就切咖喱呢雞油。真勁啊！切咖喱呢雞油啊！對，金黃色咧。生下來有乜嘅餡邊？先來冰豆腐乾，餡邊必要。炒到幾邊有啲咧黃嘅豆腐乾嘅味道也出來嘅，先來冰起來。將佢留起來。先來冰起來。其實哦，也做客家炒牛啊，對當到非客家人來說，他們最愛吃這道菜。木頭被燒過後，冰入蔥拍、三層肉，下邊向下冰香，再加入豆腐乾、蔥嘅、用嘅向下攪炒一下。呢次用蔥嘅為主嘅客家炒肉，非常嘅香，係熟悉嘅米線。
對太子葉烏卡人來講，好品質嘅蔥誒，唔單止係販做蛋糕嘅皮革，唔會強熱，唔會辣嘅清甜美鮮，就算係直接燙熟幾盤嚟做主菜，都係當美味嘅喲。沙爹下來，你要來處理啲嘅家姜啊，睇過去炸一啲野生葉，也按樣處理，食葉味就好，食葉味就好燙菜啊，燙菜。就你夾葉味，像葉底下清嫩的地方，就摘起了。我爸爸有講哦，前面一兩片有較老，唔可以食，唔愛就磨菜青豆，本人係食清嫩的。所以令人下來都也都食到最嫩的個條件咯。像人家安尼冇醬嘅，爸爸講安尼冇本人係食。哇！我覺得比前期好食。主要係按樣嘅菜，總該少食到。有講到你啱樣食冇？不是買到漢語邊緣行嚟，就會攞嚟點入地皮。冇，也係民族餐廳嘅料理哦，係正係做唔得無比好。爸爸講安尼冇本人學識。哇！你都一道嘢食反應下，挺幸福嘅。一天愛啊，然之後嚟唱人嘅屋卡人樣嘅，屋卡人食乜愛，你然後就係食乜愛，像轉到屋卡樣嘅安尼。真嘅哦，都太子一道嘢做菜啊，真的像是轉到屋卡做下，老媽媽教下做菜咁樣。一定係泡菜啊，咪係泡最嫩嘅樣。所以說呢，人客來到兩一天未從轉到屋卡用嘅。一天愛安尼。一天愛，歡迎回家。對，這是我們的理念。真嘅。對自家屋卡菜園地度選擇嘅野菜，只需要一些嘅肉、蒜頭、米酒來提味，辣火炒一下嘅，加米鬆後嘅好料就做得好食嘅。沙爹下來準備好列出桃仁葉湯，係屬於野豆味嘅養生湯品咯。桃仁係啲農場種嘅桃樹來嘅，經過研究，唔但止有本人老卡曼嘅功效，還可做得提升免疫力。平凡樸實嘅食材，唔是聽繁複嘅過程，而係山上販做蛋糕、日常飲食嘅美好記憶。哇，今日當歡喜哦，做得甜甜，太子家都啲山蛋糕哦，平常也嘅阿公親屬，種嘅也豆長菜，特別係今日認識也蟲誒，太子剛才做嘅料理，當正統行家，當有不卡嘅味道哦。謝謝。我們剛才學的第一道料理就是這個客家炒牛，來講下來食好嘛？好啊。大醬食蟲嘅款啊。它是嚟多蟲嘅菜土，當車當起條名啊！你按節蟲嘅沒好，吃那個東西，記得它那個汁液有沒有？植物的那個膠質散出來一層一層的散出來，非常的滑嫩，這樣又香又甜啊呢！一般都攞杯嘅嗰種蟲嘅啊，哪有好按太頭？呀，個蟲嘅種到老酸嘅香用誒。我說爸爸要用加愛心、耐心種嘅，就有茶。我係身材就低嘅。我上擺有去過嘅三四個老嘢食過嘅蟲誒，呀，老嘢蟲誒有嗰種散香嘅甜味。真正係一個去拍嚟種嘅飯，上到較慢又較甜啊！係要較軟嘅好，上下來這個大腸色哦，蟲類這樣大腸色，其實哦，我真的西班牙料理叫按用單槍烤蟲，配蟲啊，聽講呢蟲嘅哦都帶叫甜冇甜啊，一配下就啲，阿公你幫我按用食夠嗬？較少，是我剛才考大姐的啦。然後我講咁做得按用做。我拿幾條嚟咬咩？係啊，我要表演咧。係啊，幫我表演，睇下看好勢來哦，我就看真來哦。菜啦。當甜。當甜。要當嫩真甜啊，真甜。係啊。呀，老闆也請哦。
你要是要低度要沉，就要那不会纤维比较重嘛，相比较重诶。现在都给它调，懂调，真挺懂调，来吧来吧，真是甜。有看到你爱牛是吗？古上係到喺呢邊人行嚟，最尾人係訂一規矩。冇，人係民族餐廳的料理哦，喺正下做唔得冇必好，那個太只有送到見咧。你真是好。阿公真見到幾件事講講。係啊，懂調咩？阿公係最好嘅推嘢，真嘅。阿公真嘅，食一些野菜啊，剛好嚟摘咯，泰國用啊摘呀嘅什麼呀？兔年噻。我覺得比前期好什麼？前期還較密，也冇咁密。不過泰式人煮飯係當中意，有一些麻油、柑橘，用下落去啊呢，主要係按兩個菜當改少食到野菜啊吼。阿公野菜。哦，真係，你會試過食到一盤野菜時節，感受到人一啲啊係有福報嘅哦。安尼。係啊。做乜嘅東西啊，冇必浪費嘅啦，可以像嘢呢，唔會農藥，唔會有乜嘅，像安尼是當安息。當安息。呢出桃園嘅湯，做得講係湯屋嘅祖傳秘方哦。桃園雖然唔係乜嘅當歸嘅漢藥材，不過沙做得充分嘅發揮客家人愛活食活嘅天性。經過漢醫師調配咗漢藥包裹後，高老雞嘅口下去聞，湯頭溫潤又甘順，滋黏起甜，唔但將開脾，還卡有發熱、潤腸、通便嘅功效，係一出四季都合適食嘅溫補湯品。其實呢，早晨頭聽到阿公口下去嘅菜園時節，阿公呢時代還有啦講一句話，就像順風種一個牛樟樹，阿公講呢叫一下前人先來種樹，種盆也嘅來嘅順呢，能擺呢就得用。其實都也點地圖就看到，人物卡地圖係樣推相傳嘅心意，當中啊點一個種人啊，無下一推人就地得，送一推人嘅愛人。係啦，春春夏意啦，冇必按錢啊，我做。都係入邊就我奶我孫咧，佢不管佢人生咧佢觀念唔同咧，做人愛較有基本心，佢老人家就要教人咩，我養實實在在做，然就要得嚟到嘅福報度咩。阿公最睇嘅福報就係有安好嘅字，真嘅。真係。即係講叫可能係按嚟做，佢喺度都田定做，但係都唔係衝到走條路，係衝到過城單啊。係啦，像大哥，你嘅當時啊，沒有去諾貝做過其他條路，轉來嘅時節，係爸爸係唔做了，讓你去甲姐姐上個轉來不卡皮不卡你。以前山東省較苦啊，較賺冇錢啊，去諾貝做些好技術。後尾轉來爸爸媽媽也就年紀也大，其實去甲轉來，爸爸冇病轉來，不過佢話你想講教冇人做嘅吧，佢也年紀大嘅，看有娘轉來冇，想清楚以後轉來，到夜下爭轉來家下唔乖，到後尾就慢慢就關嘅，發現也爭錯嘅，也爭係你愛嘅承擔，錯對啊。食的東西好，空氣好，真嘅，人就健康。唔但係咧真係哦，每日咩共用冰雕、禮拜雕，你還冇真來聽數。一天要轉，唔係做嘅就冇轉。爸爸要求嘅。哦，對哦，爸爸講一天要轉來聽數啊，然後讓阿孫呢帶轉來要聽做啊，要傳承啊。其實也以前其實唔係講做乜嘅爸爸規定幾條轉。其實爸爸要做唔要表達，其實後尾自己有來以後，慢慢就知嘅。也係一種老爸爸媽媽、兄弟姊妹啊，一種家人的感情的培養，一個土地唔
就会较有感情。这是一个连结，真嘅。以后就较容易传承下去了。真件都难得，像呀都有特別土地向成法，做得成法切推重傳下來，一個希望呢一定係當到當成。我相信呢，睇自家來到呢個時間，你有冇感受到？兩個素材呢有一種特別嘅靈氣，佢就係人家就推重傳下來嘅一種感情。我相信就算係人後來，佢都沒有感受，就像細下嘅家常便飯咁樣，食到不卡米頭。米線絕對係人哋天然嘅記得嘅，影響到人哋對世界上夢和個情感嘅連結。天生天養係江中人嘅宿命，行過辛苦、歡喜、舒適，係阿公倆世界嘅心情寫照。現在轉到年輕嘅湯屋之體，家底是歸江中老綜合料理來批判野愛，傳承成法。人老土地相互依順，係一條良善嘅幸福之路。家電菜體嘅食材老考試，這專節老 Alice 嘅日常，就啲呀豐富有多年嘅飲食當中，尋到對生活和個料理嘅美好想象。另外呀，蘇花枝嘅家常便菜，呢度有一種為本人家親密嘅元素。按樣特別嘅米線呢，係揭發到靈魂深處嘅記憶味道。按樣嘅料理唔單淨係食飽聽聽，係一種有關無價嘅故事老傳承。我記得咯，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延續。下種好米線，我哋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日春雨水講人間，江浙調重現。春風過去長命多，好米愛靠谷雨天。日下小滿唔下線，夢中淚雨風思念。西瓜青甜，望你望太初不念，苦漸漸。日秋處暑。甜桂年，年年人團圓。日冬收線，十半夜，四季輪迴又一年。